论在这一周我们的境况如何，我们都要来仰望我们的神，我们都来到他的殿中，将我们所有的重担，将我们的一些感受，或者是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能想问神为什么的这些事情，你都带到神的面前。神很渴望跟我们有很亲密的关系，盼望在今天的敬拜里面，我们更多的听见神对我们说话的声音。愿圣灵自由的运行在这里。当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就能够享受神丰盛的同在。当我们预备我们的心的时候，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敞开心的时候，我们就要领受从天上降下来的那样丰盛的恩典，丰盛的医治，丰盛的安慰，甚至是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力量，都能够从神那里得到。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伟大的神，我们的父，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你是阿拉法，你是欧米伽，你是昔在今在永远都存在的全能者，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和平的君王，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更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圣洁尊贵的羔羊。主，我们要来到你的殿中，我们不单单是以神儿女的身份来到这里，主啊，我们更是以祭司的身份要站立在神你的殿中。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在工作上面，我们在家庭当中，甚至是在教会的服事上面，神啊，我要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你。我们所献上的祭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依靠我们的耶和华，我们依靠了耶稣，我们如何在这些事情上面靠主刚强站立，过得胜又得胜的生命。我们将这样子当作最美的祭物献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要以祭司的身份，我们要握起祷告的权柄。我们要以祭司的身份，当我们今天在赞美神的时候，我们是拿出神给我们的信心，是那个坦然无惧的信心，来唱出我们对神的敬拜跟赞美。神，我们要献上我们全人全心的赞美，来到你的面前。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耶稣我君王，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弟兄姐妹，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让神欢呼。
战得胜的君王，你更是战胜死亡，在死亡当中掠夺这些的得胜的君王。主，我们要更坚定的来唱这首诗歌，来荣耀你，来高举你的名，因为你配得一切的颂赞。哈利路亚。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和平之主，你是天地万有主宰，唯有你圣洁公义，天使都向你跪下，敬拜尊崇你，因为在你有永生之道，你是主耶稣基督。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和散那归于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弥赛亚。哈利路亚，耶稣是弥赛亚，你是我们得救的君王，我们要更多的来敬拜你。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和平之主，你是天地万有主宰，唯有你圣洁公义，天使都向你跪下，敬拜尊崇你，因为在你有永生之道，你是主耶稣基督。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和散那归于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弥赛亚。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和散那归于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弥赛亚。我们一起来念启示录5章12到13节，我们一起大声的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下、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让我们更多的来敬拜我们的神，他配得我们的赞美。荣耀，荣
宝座前，记在心，在以后永在。唯有你是全能真神，坐在宝座上，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你，直到永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是的，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万军的耶和华。世界万物、宇宙都是你所创造，都从你而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从主而来，所以我们要敬畏、仰望、渴慕、敬拜你。感谢主，让我们这群受选召的儿女，在今天早上能够在我们富强教会主你所设立的敬拜中心来一起同心敬拜。愿我们的诗歌唱出心中对主的敬拜，让我们的祷告能够畅通到主你面前，蒙主垂听。也愿主你的话语成为美好的属灵粮食，来浇灌，来喂养每一位敬畏主的弟兄姐妹。愿主圣灵保守今天的敬拜，从头到尾，圣灵的同在，用你的话语来启示我们，用你的恩典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成为神所合意的儿女，走在神美好的旨意跟道路。愿今天的敬拜荣耀归给主，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同得造就跟祝福。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请仍然站着，我们要一起来齐颂主耶稣的新的诫命。我们一起来，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阿们。感谢主，请坐。弟兄姐妹，我们在进行下面的程序，牧师做一个简单的邀请欢迎。就是我们等一下祷告就是讲到祷告完，我们有这个月的一个
医治祷告时间就是要鼓励弟兄姐妹5楼或4楼的弟兄姐妹，你有这个属灵的需求、心灵的需求、健康的需求，就勇敢到前面来。我们也请敬拜团队、我们的小会员以及我们的代祷团队区长、小组长一起来同心服事，愿神的恩典、恩膏、祝福、医治临到我们当中。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恭颂上帝的话，上帝话今天有2处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19章第4节到第6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已经看见了我上主怎么对付埃及人，我背着你们，正像母鹰把小鸡背在翅膀上，把你们带到这里归我自己。如果你们服从我，守我的约，你们就是我的子民，全世界都属于我。但只有你们是我的选民，是神的国民，是侍奉我的祭司。圣经说，上帝的让的具备，正是眼睛没有见过，耳朵没有听过，也从来没有人想到。但是上帝借着他的灵，把奥秘启示我们。圣灵细察万事，连上帝深藏的旨意也都能细察。愿我们称颂上帝的话语的人得到神大大的祝福。赞美。我们请果子小组献诗，所要献的诗歌是你的话。吟诗后请夏牧师讲道。今天要传讲的讯息是带来恩典梦想系列3，远大的梦想从神而来，请我们恭敬来领受。深藏在我心。
谢谢果子小组美好的歌声。果子小组呢，他们有2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他们是在礼拜天下午，等一下吃饱饭，下午的时间聚会所以呢，教会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这个时间刚好适合我，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果子小组我们的小组长是我们的杨胜吉医师，站起来一下，让我们欢迎杨医师，谢谢。其实应该是要介绍杨医师娘才对师母2个一起来，要一起来认识了好。因为我们小组都是夫妻一起服侍啦夫妻一起服侍。那第2个特色还没讲，第2个特色就是他们这一组生养众多，生养众多，很多可爱小朋友都在参加献诗感谢主我们教会的小组事工我们今天下午要特别举办一个小组事工研讨会。那可能有的从不同教派来参加富强教会，你都觉得说小组不是本来就是教会建造就是有了吗？但其实在长老教会是不简单的一件事工所以我们想要邀我们附近的教会一群大家对这个小组事工有理想而且想要突破的一起来研讨我们要邀请一位资深的退休的牧师李不牧师来当主题讲员虽然没有全部开放参加，是由小组长跟干部参加，但是我们也为这件事情祷告。其实目的就是为了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小组你在参加教会的礼拜，参加教会的聚会，你是已经不错，但是如果能加入小组，那才是一个完整的牧养的系统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在礼拜天下午有时间能够参加的，特别你有可爱的小朋友要参加，一起带来参加我们的果子小组感谢主我们一起要分享神的话语之前，先来做祷告。现在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一起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我们富强教会弟兄姐妹，大家藉由不同的时间的敬拜，我们的小组事工能够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显现的美好的旨意。我们也努力追求，藉由读经祷告，寻求让神的恩典、恩膏、祝福以及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滋养。感谢你，我们要透过神的话语来一起学习，求你带领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牧师在这几个礼拜有一个主要的大主题，叫做带来恩典的梦想带来恩典的梦想。那就是借由梦想这2个字，来从圣经里面不同的面向来跟大家一起学习了那前面2个礼拜呢，牧师分享了就是我们要在信心中孕育梦想。所以梦想我们一直强调说，梦想这2个字比较也不是世俗化，就是比较生活化。那圣经里面可以用意象、愿景或是一个蓝图都可以。但是梦想的意思就是说，生活常常会发生的，那我们把它落实成为神旨意的。那第2个主题叫做勇敢梦想，让上帝动工。因为当你将你的梦想拿来的时候，被神所祝福，被神所动工，那才是重要那第3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没关系，把它关掉。右边的键就按一下就好，右边的键按一下，右边的键。远大梦想从神而来，什么意思呢？就是梦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会出现，有的是小小的一个念头，一个是大的梦想。那我们要学习这个主题这个远大梦想从神而来，从3个部分一起来学习。第一个，上帝的梦想跟人的梦想到底有什么差别？我们在之前的学习是知道说，伟大的事成就以前，我们都有一个阶段了所以他先在心里面产生一个念头开始来，那在心里面有一个意向跟梦想的时候，你就会努力想要去把它呈现出来，能够创造强大的未来的能力这样子。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梦想，没有梦想，我们就说很像行尸走肉，或是说无所事事所以上帝是要透过勇于梦想的人来工作。请记得，你没有梦想，上帝说要怎么成就你啊？你是有梦想，上帝就跟你
借着你来工作，而且重点是你有跟神同工。跟神同工是一个心态，勇于梦想是你自己的装备。那没有梦想，我们说任何的，你说有理想啦、热情啦、献身啦，上帝都不用，因为你没有这样的梦想。所以要跟神同工，就是先勇于梦想。那好，梦想我们之前曾经提过啊，不要空思妄想啦，啊，不要做白日梦啦，不要只是有想没有执行啦。但是梦想有时候要有一个区别，就是跟人的野心有区别。人的野心也算是梦想的一种，对不对？但是那个野心到底是人的私欲呢，还是上帝在你身上所的命定？那就要用很细心的去区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人的野心不是梦想。不信的人哦，特别是不信的人，我们知道大家天天追求的，你看我们天天在我们的股市啦、我们的投资啦、我们的各方面都是充斥着怎么样赚大钱的。那这个有正规的方法能够让你的生活改善，当然是没问题。但是问题就是说，当自己的财富跟名望充满欲望跟贪婪的梦想在迷惑住的时候，你说这个要成就神的旨意或是神的梦想，那就有很大的差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也要细心。你说啊，那个是世俗人所追求的，其实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属世的世界，每一个人都有个人的需求、经济的需求、工作，还有家庭的需求。但是怎么样去区隔呢？我们不能被这种充满欲望跟贪婪的梦所迷惑，变成你是他的奴隶了，你是他的奴仆了。那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属神的人，却把自己充满欲望跟贪婪的梦想，记住啊，这一点差别很重要。好，有的人都有自己的梦想，自己去乱闯乱撞，到最后受伤头破血流，那自己甘愿嘛。但是你把这种个人的私欲跟梦想当成是神所赐的梦想，那就差异很大了，就等于你剽窃了神的神圣跟神的一个尊贵美好所以基督徒要小心去摸索，小心去验证。那如果是小的误差，可能你自己没有成功，你自己非常的感觉有一点失望失落，那只是个人或是小家庭。但是如果是一个大型的一个仰望把它当成神的梦想，那就会影响很多人。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个故事是有一位叫做威廉米勒这个人，威廉米勒，那听了这个名字知道是外国人，但是他在我们台湾有相关联的事。这威廉米勒，他是在19世纪美国的浸信会传道人。他平常的事工讲道，他的为人被很多人所尊敬，所以号召一大群人哦。但他有一天他这样想，他说根据他从圣经的计算，预言耶稣要在1844年已经快200年了，来耶稣要再来。哇，他因为讲的很吸引人，很能够打动人心，所以当时一大群人就追随他。好，那追随他要等候主耶稣降临嘛。那问题来了，就是这个运动到最后没有成功，因为耶稣没再来但是他这个追随的群众后来就发展成我们现在台湾所认识的叫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其实我们在青年路青年路那边有一间他们的安息日会他们是怎样？他们是安息日嘛，他们就在礼拜六聚会他们的主日是礼拜六，不是我们现在礼拜天。那我们其实他们后来也发展出他们自己属灵一套系统。不过我们主流的长老主流的基督教就把它认定是他一个偏差的，因为他
没有按照新约圣经我们圣经的整体的概念哈，所以大家好像彼此不会互相攻击了，但是大家知道我们要厘清哈。那我们之前小组长聚会研习的时候，我们曾经去参观过，就他们在日月潭附近的一个鱼池乡啊，设了一间很漂亮的山域神学院。他们这个教派后来发展成说很注重健康，甚至有注重也是不是完全的素食啦，但是他们用养生来做他们的这个标榜哈。那有一间医院叫台安医院，有一间这一个药房哈叫台安药局哈，这个都是他们的系统。那我们不是一定说他们到底对社会有什么影响，只是说他们用这样的远景跟目标当成是神的指示啦，后来就没有成功。那结果呢？威廉米勒的预言落空，所以他们在美国把它说这段历史叫做大失望，大失望的历史哈 ，The Great Disappoint。许多人信仰摇动，甚至离开信仰，因为说你讲的没有因为他是很重要的、有威望的人呐，所以他的讲话就很受很多影响。好，那个就是一个我们说一个典型的，把自己的念头、想法当成是神给他的旨意。那如果是比较走偏差的，更危险啦。我们知道在之前牧师有提起过，在60年代哈，在加州有一个叫做人民教堂的一个，也就是叫偏差的系统这个 Jones 他带领一大群人呢，说要乘太空船回去天堂他们带他们到圭亚那边到最后全部人都服毒自杀，那个是偏差是很严重的。但是他们都口口声声说是上帝给他的意向，上帝给他的旨意。我们不要说别的国家了，我们台湾呢，在1995年就发生一件事情。如果年纪跟牧师比较接近的人知道，那个时候发生30年前发生一件叫1995闰8月哈，还有一个是1999年的什么这个中国要打过来那一类的，很多人的信呢，而且把台湾的家产都卖掉，然后大家移民去。有一个小岛叫贝里斯有一个地方叫贝里斯，中美洲那个地方。那所以你看，那一种把自己的想法没有验证，然后就直接说神的给他的指示，你看影响多大？小的可能影响你自己的家庭事业，大的可能是影响一群人。所以我们来思考说，这个威廉米勒呢，他可能是出于真诚的信仰，这一点我们没有什么觉得他是故意的，但是他将自己对圣经的诠释跟神的旨意画上等号，那就忽略了没有人知道那日子那时辰，耶稣说的，就像盗贼来到，没有人知道但他就明确说有，那就产生很大的误差弟兄姐妹，所以到底是你的野心、你自己的私心，还是神的梦想？我们要从神的话语来做查验。人的梦想要查验是否合乎上帝的话，这是第一个要警戒的事情。所以第一个要先颠就贪心。如果说我要成就一个伟大的梦，但是你私下口袋饱，那这样算是成就神的伟大吗？神的梦想吗？我们常常台湾的政治还是不很稳定，对不对？我们常常看到很多政治人物他们口口声声讲了一大套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说要为人民服务啦，要造福人民啦，到最后别康哇，他家里面存款一大堆啦，不明来源很多了，钱从哪里来不知道了，那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空口说一个理想、一个梦想，但其实目的是为了敛财，或是为自己家族的利益。那所以基督徒要验证这是神合乎神的梦想，是要丢弃贪心，这样意向才能真正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或者说你的私心要完全去除。有一个故事我们很熟的，就是摩西。摩西年轻的时候也是血气方刚他在皇宫里面受到非常好的各种造就，看起来是一个将来可能要接任法老的一个年轻人但他关心自己的民族，
他就想用自己的方法来拯救自己的民族，所以就是发生了他不小心去打死了一个埃及的兵，然后就被通缉了，逃跑了，然后跑到旷野去40年的时间。这事情我们可以做一个比照，就是说，摩西爱他的百姓，为他的百姓出气，没有不对啊。但是重点是神的计划，并不是在这个方式。所以他如果失望的话、泄气的话，他可能会见怪神，说神啊，我勇敢为自己的族人努力，为什么会遇到这种状况？而且跑到从王宫然后那个被驱逐到一个旷野没有鸟不生蛋的地方，你会觉得失意吗？你会见怪神吗？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所以摩西有美好的梦想跟愿景，但是没有神同在，这只是他诗人的判断，也是说世人的野心跟贪婪。反而一个对照，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被呼召的，约瑟他因为被卖到埃及，很多事情是非常的艰难的，好像很多梦想都已经不可能实现了，但是他们竟然得着胜利。在皇宫里面的摩西没有办法成就事情，但是在被人家卖到埃及的约瑟竟然能够成就，为什么？是因为他们走在神的梦想当中，他跟着神一起孕育这个梦想。亚伯拉罕看见天空的星星，地上的沙，神说你要成为大国，他就甘心的跟着走。所以梦想没有对错，没有大小，梦想只有说你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所以摩西年轻时候挫折了，还好神没有放弃他，在后来的时段又重新得力了。所以为什么摩西那个时候没有成就呢？是因为他来自于上帝的梦想，超越摩西的梦想。上帝的梦想是什么？要拣选以色列百姓成为祭司的国度。可能摩西只是想让他的百姓过得自由一点、平安一点，不要受劳役，不要被压迫。但是神说，你不只是这样，你不止如此，你要成为神圣的国度、祭司的国度，被神所呼召、所拣选的百姓。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圣经说，出埃及记，你们已经看见了我上主怎样对付埃及人，我背着你们，正像母鹰把小鹰背在翅膀上，把你们带到这里归我自己。如果你们服从我，守我的约，你们就是我的子民，全世界都属于我。但只有你们是我的选民，只是神圣的国民，是侍奉我的祭司。这是新译本，就是现代译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蓝图是这么高。摩西的期待目标也是这个方向，但是只是一个属世的层面而已。神说，全世界都属于我，但只有你们是我的选民。就是神把以色列分别了出来，他说你们是神圣的国民，是侍奉我的祭司。弟兄姐妹，你有摩西的梦想并不是不好，但是那个不是属于神的，所以摩西失败了。所以弟兄姐妹，要得到神所赐的梦想，你一个前提就是要先跟与神同行，要与神同行。神会透过圣经、圣灵、听讲道、灵修、祷告赐给我们。我们的宗会呢，预定7月开始，要促成各教会大家一起来同心推动一个属灵的造就工程，还有包括我们的家庭的这个成长所以他就很注重家庭的聚会啦、RPG 啦、大家庭的亲子关系啦。那我们弟兄姐妹，你说这个梦想、这个意向从哪里来呢？请记得，它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你谦卑的与神同行，它就会运用不同的管道，藉由圣经、圣灵、讲道、灵修、祷告来赐给我们。有时候牧师在台上，就按照自己的领受讲出来，但是神会从
某一句话、某一段话告诉你说，这个话你要把它领受，你要成为你自己的梦想。你记得上个礼拜不是有一个阿亚老师、玉山实践老师来讲吗？他说他听了牧师一句话，他就去读神学院，对不对？你看别人这个没有感动，但是他有感动啊。那就是重点是在于说，你有愿意倾听神的话语。感谢主。我们细心定计划以前，我们要先一个理解，神已经在每一个人这个宇宙当中，他掌管了，为每一个人定下这个计划，所以他已经为我们规划了世人跟万物的未来，这个是神既定的计划。所以你要想说，我的计划如果是在神的伟大计划的一部分，你就会成就。所以当我们计划自己的人生以前，你就要先寻求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跟计划。你要重点是你要顺服神，因为有些事情你看觉得，这个不适合我，这个我能力做不到，那我怎么可能改变我自己呢？就像这位阿亚老师，他本身本来做好好的，他在当老师啊，那突然间神说你要来雾峰来当这个921救灾的一份子，你敢不敢放下来？那如果成就神的旨意，他就会让你前面的事情看见神奇妙的应许。所以我们有一个理解，就是说神在这个伟大计划，我们人都在他的计划里面，他的美好旨意里面。所以我们把它当成说，我们是上帝是导演，我们是演员。上帝是导演，我们是演员。所以当你执行出这个梦想，其实就是你按照导演教导你的知识、你的肢体语言，还包括你讲的话的台词、剧情，那你演出来，导演会觉得说你真的是有达到我的理想。那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成就了神的应许的意思。所以基督徒要专心聆听我们神的声音，忠心顺服，超越情感理性。就是说你看到事情可能跟你的理智、跟你的理解、跟你的专业有一点不一样，你要学习去倾听，学习去分辨，学习看看神怎么引导，用信心来跟随他。另外一个，我们要学会用倾听上帝那微小的声音。摩西经过了40年，绕了一大圈，然后在旷野的燃烧的荆棘当中，听见神的声音，很有趣哈。摩西先磨练40年，然后又带领了百姓到旷野40年。其实他是一共80年呢，80年都在成就神的旨意的道路当中。他比以色列百姓还多了1倍。但是摩西他在旷野开始改变，他听见了上帝的声音，他接受了上帝所赐的梦想。好，你愿意就躲在旷野终其一生，还是你成为神所呼召的，来完成这个伟大梦想的一份子？是你有没有听到他的声音？摩西在旷野听见了上帝的声音，他谦卑的在主面前，神告诉他说：“我是自有永有的，无始无终的上帝，我要呼召你，带领以色列百姓到新天新地，到一个迦南地来敬拜我，成为一个自由的子民，自由敬拜我的子民。”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一件出埃及的事情，我们知道说，神不是突然间想到，这个摩西有用，我来请他做，我要呼召他做，而是神在原始的计划当中就已经预备好了。因为早在亚伯拉罕时期就开始预备了这个计划，经过一代又一代，神的声音就越来越清晰，他的计划也越来越明显。然后到摩西的时候成就了，就请他要他一起执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读旧约，我们读出埃及记以及后续的5经，你看到说以色列百姓没有像摩西一样听神的声音呢，他没听他们没听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每当遇到小小的问题，就埋怨上帝，埋怨摩西。
不顺服摩西的带领。你看问题来了，因为这样的悖逆，神给他们惩罚。你看他们在旷野里面饥饿，他们在旷野里面得到瘟疫，他们在旷野里面遇到许多的挫折，包括战争的挫折，还绕圈40年。40年是他们不顺服的结果。所以他们如果专心听从神的声音，相信跟随，那旷野40年的经历就不用了。我们很多人对中东的地理应该有基本的认识。你看从埃及过红海，如果开车不用多久就可以到以色列了当然现在在加沙走廊不是在战争吗你看很多那个巴勒斯坦的人，他们就逃到埃及去，因为南边的是埃及，北边就是以色列。那车子一开就过了，就很快啦。但是他们竟然在旷野绕了40年，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因为不倾听神的声音，就冤枉路走那么久。所以基督徒，你不管你心中有什么梦想，你先不要想说我要去找资源，我要找别人帮忙，我要请贵人。你先想说神啊，这个是不是你的心意？是不是你要我所做的？要聆听神的声音，神不断的向我们说明他的计划，我们要学习去倾听。基督徒，我们接受主耶稣为救主，就要学会倾听神的声音，过顺服他的生活，这样我们才能活出神为我们计划最有价值的人生。换句话说，神这个模式对摩西来阐明、传递梦想，其实神也一样，透过圣灵同样对我们说话。我们读了哥林多前书2章9节到10节，你看到这个话怎么样跟我们说？他说圣经所说的，上帝为他爱他人所预备，正是眼睛没看过，耳朵没听过，也从来没能想到，没见过，没听到，没想到，那是什么事？根本我们看到是不存在的，对不对？但是怎么样？上帝借着他的灵，把他的奥秘启示我们。换句话，很多人根本不在意，根本没有理解，根本没有感觉，但是神透过他圣灵的声音来启示我们。他说圣灵细察万事，细察的意思就是说巨细靡遗，没有漏掉了。他说连上帝深藏的旨意，深藏表示说神一切都透明了，他的旨意圣灵都摸透明了，他深藏的旨意也能够细察。神如果是这样的神，他怎么不可能在你身上的旨意是让你明确呢？只是我们没有倾听，我们没有细察，我们没有呼求而已。弟兄姐妹，我们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追随主所示的梦想，而不是你想出一个你认为的梦想，叫神追随你，那次序就错误了。我们上个礼拜呢，我们这个阿亚的不是来我们这边分享吗？他在台语堂的时候，他有带我们唱一首诗歌，叫做主基督，你的担，我们愿意担这个担子啊！我们要担主耶稣的担子啦。这个圣诗是524首，他华语的歌词是这么说：主基督，你的爱催促我们能梦想，能梦想，能梦想，梦见播种不徒劳，茁壮成长枝叶茂。他说主的爱催促我梦想。换句话说，神他会因为爱你，让你的梦想慢慢好像一个蛛丝马迹，或是一个好像我们常常看到说，天空有一朵小小的云彩，慢慢就扩大明显了。那这扩大明显会成为一个蓝图你不是自己乱想，而是你细心寻求主的爱催逼你，然后你就看见这个梦。他说梦见播种不徒劳，而且茁壮成长枝叶茂，那是一个流程，一个顺序所以弟兄姐妹，寻求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不是先决定好自己要走的路，才求上帝帮助你。很多人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说跌跌撞撞，对不对？小的就是一个小伤了，有时候跌得很厉害，感觉爬不起来。那可能就是你这个梦想，你在执行的时候没有先细求神给你的旨意，而是你自己自以为是，自以为这是神给你的，然后就
闯进去了，然后就收不回来。所以这个顺序很重要。我们看到这个月或是上个月，不是西部海岸迎妈祖的事情很多吗？哇，很热闹。我们看了觉得哦，台湾那么多人那么样的迷信在做这件事情，其实他们目标一致的，他们就是祈福嘛，对不对？他们求波比嘛，求事业发达嘛，求生病得医治。其实那个心意跟我们一般人没有两样，但是重点是在于说，他们先设定好目标，求他们的神来应许他们。自己先想要什么，然后叫神给他成就，那神就变成你的奴隶啦，变成你的仆人啦，那颠倒顺序就差很大嘞。这是错误的心态哈。基督徒更要小心，常常说：“上帝啊，我要走这条路，我要开始这个事业，我要做这个工作，你一定会帮助我。”你凭什么这个是上帝要帮助你？你做的到底是神要你做的吗？所以基督徒很重要，他的成功的起点是你有寻求神的旨意。甚至我们说，包括在教会里面，有些人就说啊，这个事工很重要，哇，有热诚去推动，到最后不成功，因为以为这个是神给你的呼召，因为他后来失败了，财务崩溃了，人际冲突等等发生了。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他认为说，我这个工作稳定，我要辞职，我要到偏僻的地方，到外地去传福音。他觉得这个是神给他的使命，但是他也没有跟教会领袖充分讨论，也没有跟一些支援团体一起沟通，也不了解要去的国家那个远乡的宣教去认识对方，所以他一出去凭着热情而已，但是后来遇到状况了，身体也出状况了，因为不熟悉那边的环境、气候、文化，还有包括的饮食，后来工作受阻，就沮丧回国了。问题是这个问题是，到底他热忱不对吗？是因为他把自己的热忱看成是神给他的旨意。我们很多年轻人，包括我们基督徒，最怕就是这样子，然后一头热，根本没有寻求，也不寻求验证，或是征询一些有经验的人给你一些资源。所以询问上帝的计划跟旨意，这个就是他喜悦的祷告，而且还要查验是不是圣灵跟上帝的话语的印证。有几个流程我们必须要注意。第一个，上帝会回应恳切祈求他的人，恳切祈求，他会透过圣经回应，也会透过圣灵来感动我们。意思就是说，神不会平白无故他把你晾在那边，你认真追求寻求，你读到的圣经会有感动，你会透过某个人讲的话，看到某一个场景，圣灵会感动你，去看到这件事情的答案。这是第一个，这个很奇妙的不信的人觉得说这个虚无缥缈怎么办？第二个，要确认梦想是真实或虚假。怎么去确认呢？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弟兄姐妹做见证，他说：“我要买这个房子，到底可以不可以？”他们有的讲说：“一走进这个空间就觉得很舒服，很平安，对不对？”问到钱从哪里来，感觉上就很安稳，不会觉得恐慌。真的，确信这个梦是虚假或是真实的，出于上帝，就是祷告，你会越来越热诚，越火热，你会觉得没有违和感，你没有觉得有什么冲突跟阻碍。但如果不是，心中没有平安，很多事情会好像那个兆头来告诉你。第三个，我们要查验内心是否指数的平安。刚刚我们已经提过了。上帝在启示你的时候，极大的平安会进入到我们内心呐。极大的平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就很舒服、很快乐、很安心。我们的年轻人呢，现在今年开始参加高中、大学的考试了。你用这种方式去查验神带领你的道路，读什么样的科系、什么样的学校，如果是这样，你会发现你会心中有很平安。你会发现神给你很大的力量。最后我们一起学习。那既然你找到了梦想，那怎么做呢？
要带着顺服和信心来前行。顺服跟信心，所以因为你跟神同行嘛，所以他的指导你愿意顺服，借着信心，照上帝的计划而活，就是以顺服跟信心来生活。我们在顺服跟信心的生活当中，第一个会碰到的就是说，你过顺服的生活，你要伴随着牺牲，你不能说我这个也要，我那个也要，有时候你要勇敢的放下来。我们看到最伟大的一个典型牺牲就是亚伯拉罕，他的牺牲顺服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丢弃属世的事，把自己摆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怎么样顺服，他把自己的儿子献为燔祭，甚至把他放上祭坛。等到他完全的顺服的时候，神说：“且慢。”在附近的树丛那边有一只羊来替代。亚伯拉罕不是做样子的，而是因为他知道神有他更美好的旨意。因为我们做是亚伯拉罕，你就会知道说，以撒是他100岁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儿子，不是随随便便好像一个物品呢。他神却把这用命令说要把孩子献上，很难顺服啊。但他虽然这样，他知道神有更深的旨意，他的境界超过人的境界，默默的顺服，然后他就完成了这一个神给他的意向。所以牺牲是必然的，但是神会在别的地方补足给你。第二个，拥有梦想意向，要用信心来走。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上帝呀。罗马书4章11节，他说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基督徒这一句圣经是非常宝贝的，是一个给你一个最大的依靠。亚伯拉罕，你改成你的名字，我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上帝，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你有这样的信心，你会发现你走在主的梦想就不是一个空话了。所以何等大的信心，何等大的顺服。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为了顺服他的旨意，愿意将自己献上，儿子献上，那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信心。重点是在于说，我们常常用自己的知识，用自己的经验，我们说属肉体的人都常常想要一定要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到、亲口尝到以后才会相信。这个就是我所谓的感官主义者，因为完全没有属灵的概念，完全以现实为依据。上个礼拜，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去东门教会听有一位明居正教授在那边做演讲，他很客观的分析说，共产主义其实就是无神论，共产主义的祖师爷马克思其实就是撒旦的，拜撒旦教，因为他们发展出来的这个唯物论、唯物主义，就是把属灵的事、把圣灵的事、把上帝的事完全抛弃掉了。那以物质的改变为基础，就会把圣灵的事把它拒绝掉。这是感官主义，他们不相信属灵的世界。刚刚说没有听见，没有看见，手摸不到，口尝不到。那你想到天国的事，眼睛也看不见啊，耳朵也听不见啊，口尝不到啊，手摸不到。但是你还是相信天国存在，对不对？所以基督徒最大的超越就是超越感官主义，超越属世的想法。好像我们说属魂的人，就是很注重科学、理性、万能主义，认为不合理性、不合科学就没有相信的价值。前几天呢，我们李伟教授传了一个图卡给我，他告诉我说，他们有推动一个课程，就是用科学、用理性去认识这个信仰。科学是验证信仰，而不是反对信仰。那如果你没有这个属灵的境界，你就会用你
仅有的科学知识要去否定神，那是天大的可惜了，天大的可惜。所以我们看到神所行的许多神迹奇事，都是不能以科学的角度去证明的啊。第三个，梦想就上帝的话语言，他透过他的梦向我们说话，告诉我们他盼望我们活出什么样的人生。神透过梦想来告诉他的想法，所以你不寻求，你不读圣经，你不灵修，你不与人分享，你怎么知道神给你什么样的旨意呢？你的人生就白白的把它丢弃在那边，用自己的方法在摸索。所以我们要专注于梦想，特别要注意借着祷告来查验这个梦想是不是出于上帝，也要为了这个分辨梦想不断的努力哈。弟兄姐妹，最后一个，我们说倾听神的声音，我们说梦想是上帝的语言。另外一个角度的解释是说，我们要学会对准上帝国的频道。可能现在年轻一点的弟兄姐妹根本不晓得频道是什么，频道很快就可以找到啦。我要看 MOD 啊，400-500台啊，我们的第4台也一大堆啊，手机更不用讲，你一按它就把你连好了。在5G 的世界，在网络世界，但是以前哦，牧师在青少年或是年幼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的收音机是调谐器调谐的，要转那个针呢，要导到那个哇，就转不到啊，听不到，还要转那个收音机才听得到。尤其牧师住在澎湖哦，偏僻的地方信号更弱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发现说有调频的，哇，就觉得怎么那么好，声音那么清楚啦。啊，刚开始电视也一样哦，电视刚一开的时候好像也不大清楚，你要转动那个天线，还要转那个，那到底有没有办法对象？意思是说，上帝国的频道你有没有对准？你要拥有意向，要倾听神的声音，所以时刻警醒，侧耳听，顺服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的主题是远大梦想从神而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认真去寻求？还是说一头热，大家忙这个你也跟着忙，大家冲这个你也跟着冲？我们说台湾人一窝蜂吗？有一段时间我们在流行蛋挞，大家一大堆蛋挞都卖出来了。有一段时间流行什么烧烤，哇，大家一直一个店都一个店开。那你有再多的资金，等这个退烧了，你再好的食品人家都不要。更早期啊，可能也要年纪大的人才知道，早期台湾曾经流行一个什么，养那个小鸟叫10姐妹，有没有听过？10姊妹啊，那个很小的小鸟，哇，那个时候很贵，大家争着要养，还要培育它去卖，到最后啊，那些10姊妹都没人要买了，因为你只是盲从嘛，跟着跑嘛。台湾最多的就是这个，就是盲从，跟着跑。还有包括投资啊，哇，不得了啊！台湾成为诈骗王国，因为大家急着要投资，好像经过你这一手，你就可以赚一大堆回来。弟兄姐妹，对准上帝的频道，上帝的频道，你要先学会顺服，甚至要牺牲。所以不是贪图先要得什么，而是你要追求说神要我做什么。我想你一定会在一生当中走向一个安稳的道路，因为你走在神所规划的道路上。我们要做一个祷告回应，然后要为我们弟兄姐妹来做一个医治的服事，请同工弟兄姐妹要接受服事的预备心。我们现在做祷告。亲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身上已经定好美好的计划。所以我们要寻求，要追随，因为这个远大的梦想是从神而来的。主啊，求你让我们细心分辨，不是先画好一个目标，然后叫神你来帮助我们，而是我们跟神说：神啊，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意向是什么？我的梦想是什么？求你帮助我成就。神啊，我们确信一个属灵的儿女，你的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是神圣宝贵，而且是得祝福的。因为我们跟着主的路走，我们就看见神在我们身上要见证出神美好的旨意跟呼召。
还有命定。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有同工要带我们唱一首是我自由，大家很熟悉的诗歌。在开始唱的时候，5楼、4楼弟兄姐妹，愿你受服侍，无论是你自己有肉体的病痛，或是你有心灵上的软弱需求，还是包括你要为家人祷告的，都可以到前面来。我们也请代祷团队、我们的长老，还有我们所有这些代祷团队、我们的小组长一起来服侍。我们来一起唱。是自由的灵啊！不要客气，勇敢到前面来。你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勇敢到前面来。的生活中，日久制造我心中的不安。你的灵啊，在哪里？我们请同工也一起来服侍。那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老的重担，主的灵来使我自由。好，我们现在小声的唱，小声的唱。我们开始我们可以宽一点没关系。我们请同工一个一个来做服侍，一个开始做，听他们要带导的事项。不要客气，到前面来。我们开始有同工来协助，请同工来协助。我们轻轻的继续唱。哈利路亚，感谢主，求神应许在我们当中赐下你的医治释放，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你。我们请同工来支援，来协助。长职，我们的代祷团队，我们的小组长，哈利路亚，感谢主，神啊，求你赐下你医治在我们当中，我们求神亲自应许我们在你面前所做的祈求，感谢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愿神应许我们所说我们的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轻轻的唱，继续。哈利路亚，赞美主，神啊，求你平安喜乐，医治在我们当中，释放在我们当中，平安喜乐，医治在我们当中。神啊，应许，赐下盼望，赐下医治，赐下完全的拯救，平安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神啊，帮助，赐下医治，释放，感谢恩典跟蒙在，感谢蒙在，是吧？平安，赐下应许，赐下医治，赐下释放，赐下赦免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罪。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在这生活中的流放，驱走我心中的不安。你的灵啊，还没有服侍到的可以举手，还没有服侍到的可以举手。那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我们继续祷告，继续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神的应许应许。我们请弟兄姐妹站起来唱这首副歌，唱副歌，你的灵啊，你的灵啊，在哪里？哈利路亚。那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领导使我自由。我们音乐继续，我们一起同心跟神祈求，愿神亲自应许我们的祷告。切父神，我们感动，是因为有一群弟兄姐妹，他们确信神的医治、神的释放、神的平安，所以我们走到你面前，我们借由同工的服事，将我们的需求告诉神。神啊，你应许我们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神所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是的，我们确信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就按照神告诉我们的来求神来成就。神啊，我们在你面前所祷告的，求你亲自垂听，让我们的祷告被神所应许成就。主耶稣为我们受苦，我们必得平安；主耶稣我们受鞭伤，我们必得医治。求神亲自应许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心中的需求，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需求，也求你亲自应许来医治。也求你保守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也同得医治，同得神的恩典。我们祷告、祝福，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拍手感谢主，谢谢，请坐，请回座。我们感谢主，愿神亲自成就。弟兄姐妹，我们在奉献之前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流程，就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有小会接纳了418果子学员，我们要成为一个团队，等于是说把这个团队接纳成为教会的事工，他们所做的要成为这个社区小朋友的祝福。我们要先为这个团长子兰执事来做差派，我们请子兰执事到前面来。差派完，牧师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个介绍站前面就可以了。可以先向牧师，然后再跟做介绍。好，张子兰执事，你要领受418果子学员团队的团长，你确信这个是上帝的呼召吗？确信。感谢主。你要领受这个圣职，你当倚靠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唯独尊他为主，尽心于你的职分。你是否愿意如此行？愿意。哈利路亚！牧师来做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步强堂会小会的权柄，设立你成为418果子学员服事团队的团长。你要谨慎你自己的行为举止，常常关心这些事，尽力为主来做工，带领团队来荣耀上帝。阿们。感谢主，我们请向后转好不好？我们拍手，向后转，向后转。我们要请在座的小会员来跟牧者来接纳，来，我们来接纳，给他照一张相，好不好？我要借由这个投影片先做介绍，然后再来奉献我们的418果子学员，大概我们弟兄姐妹在场的应该都了解，2年前他们就成立了。那个时候是子兰执事、昌成执事他们自己用自己的一己之力，然后把这个梦想实现，在418的那个咖啡厅那边，他们从无到有。所有东西都是新的，从头来，然后邀请了复兴国小的小朋友到这个418这个咖啡厅，开始从1、2个小朋友到现在。但是我们看，只有神看重这一个芥菜种的信心从无到有。但是这2年呢，我们已经看到好多位小朋友来到我们教会，我们有家长来到我们当中。神要借由一个小小的芽，然后让它成长成大树，所以教会就接纳说，这个进入到教会的系统，当然他们自己参与的最大，但是我们教会期待借由教会的参与，借由弟兄姐妹的支持，包括义工的参与，能够把这个做大，就像这个梦想帮它扩大，像一个上帝国的扩大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简单的图片这个是在我们在418果子学员的
这个聚会上课的内容哈，这是非常温馨哈，里面设计的非常好。我们期待是那边是一个据点，有一天可能那边完成任务的时候，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够到我们教会来。目前现在是2阶段，一个在那边，然后带来我们教会所以我们希望教会每一个傍晚都有一大群可爱的小朋友在这边欢笑、唱歌、读书，那让教会成为一个小孩子的乐园果子学园，这个树要越长越大这是我们的同工了这是在那边这个是我们刚刚看的这些资料。刚刚这个图表有几个是他们的组织啦，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这些已经成一个团队了他们希望有志工来继续参与，能够分担这些工作他们是从无到有他们从无到有，就是这个宗旨设立，从小小的人数，然后慢慢扩大，慢慢扩大。那期待有一天我们在富强教会成为小朋友一个聚集的地方。当然，我们教会在庆祝50禧年，我们最大一个努力的方向就是儿童跟青少年能够在富强教会更扩大。愿神亲自应许成就。我们也继续为子兰执事跟这个团队祷告。那等于是开放了，我们可以为他们这个事工来做奉献他们在我们的喜乐小组已经开始了动手了，他们开始做义卖，在楼下很多义卖的东西就是要为418还有50禧年做奉献。我们继续带到，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我们要来做奉献，谢谢。我们一起来奉献。我们请起立迎奉献的诗歌，我一生爱，一生爱。请坐。这是我们先来背诵今日的金句。我们来看周报的最后一页，我们用华语念2次。那我们一起来念：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以佛所书6章2节，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带应许的诫命。以佛所书6章2节。好，这时我来报告。我们看我们的周报的第2页，
下周的侍奉同工是主理是夏文学牧师，司理是杨胜吉执事。我们看一下我们周报的第4页，肢体交通。我们看本会消息的第1点，本会今日5月25举行小组事工研讨会。主要的主题就是小组是教会传福音和牧养的基石。我们邀请李牧师来为我们宣讲，来带领我们来学习。那我们看一下第4点，本会定于6月8号举行排球联谊赛，在下午2点到5点半在长隆中学举行。那请详细的一些比赛的公告在1楼的布告栏，请我们自行去看。那我们看一下第7点，一样是6月8号，是圣灵降临节的圣礼典。那我们举办那个圣餐礼拜，请我们兄弟姐妹预备心。那我们直接看一下第9点，一样是在6月8号，是全球的祷告日。那一样是下午的3点，在南门教会举行圣灵降临节的全球祷告，主题就是高举基督，委身教会，疼惜乡土。好，那请我们兄弟姐妹也可以分次的去参加，看是要先看排球，然后再赶快冲过去参加这样子。那我们看一下第8点哈，本会定于6月20到22号，礼拜5到礼拜天举行2025蔡正道木星的培灵造就会。好，那时间的话都是在礼拜5、礼拜6的晚上的8点。那详细的内容再请我们详细看。所以在这一周，这是很好的学习，请我们一起来领受跟学习。那以上我们请夏牧师再补充报告。刚刚有同工说在右前方有一个手机，不知道是谁的哈，你等一下来拿哈。手机啊。好，那我们今天很高兴有新朋友来我们当中哈，一位卢思如姐妹，卢思如姐妹在那边，来欢迎你，欢迎你哈，卢思如姐妹欢迎你来参加哈，啊？詹哦，啊没清，不清楚啊，对，詹思如，对不起哈，詹思如，因为这个印的不清楚哈。第二个，我们欢迎这个罗雅竹姐妹在楼上，对不对？好，欢迎你，欢迎你哈，罗雅竹姐妹，她是我们以前在清泉小组，现在的果子小组了哈，感谢你啊，跟新婚的先生哈曾启明有在这边吗？启明，哎，欢迎你，欢迎你哈，好，他们刚结婚了哦，恭喜恭喜恭喜哈。还另外一位是林荣凯。林荣凯先离开了，哈，好，荣凯吗？好，欢迎你，欢迎你，哈，欢迎你，欢迎你。那我们也看到我们一位郭恩信牧师在哪边？恩信牧师呢？郭恩信牧师，哎，欢迎你，欢迎你哈。还有师母啦，师母比较常来哈，欢迎郭牧师啊，谢谢你来参加啊。郭牧师住在我们附近应该是嗨波下，他的公子跟媳妇哈，还有小孩都在我们教会参加聚会，还有小朋友参加主日学。欢迎郭牧师哈他年纪跟我差不多，长我几岁，但是比较早退休而已啦哈，所以还是很年轻哈。欢迎你们哦哈，欢迎你们。那牧师做一点小补充报告就好哈。那周报里面已经有提起了哈，我们下午要举行一个小组事工研讨会，我们邀请一位退休的牧者李福一牧师来做主题讲员。我们邀请附近7、8间教会的有在做小组事工的一起来做研讨，2点开始我们是主要以小组长为主了哈，跟同工也请为这件事情来代祷哈。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这个50禧年，我们请回到周报的投影片好不好？我们教会的投影片，我们在50禧年有举办一个票选活动，就是我们的标语票选活动哈。这个标语票选活动呢，就是目前有选出6个标语，那我们要邀请弟兄姐妹用 QR code 或是在楼下用实体的投票这个名称我们念一次好不好？你看觉得哪一个比较感动？第一个富强50，第二
啊，这个是用华语的，都有押韵哦哈。第三个，富强50，荣光再现。第四，啊，这个是8个字的，这个是8个字的哈。还有再长一点的，来背来，富强办世纪，传承主使命。第6，富强办世纪，是迎风水。啊，我们最近我牧师参加2个大型的机构，他们的周年庆，一个是 YMCA 他们70周年，他们的 slogan 也很漂亮，而且我们那个刘启举院长他们160周年啊，这个新楼医院60周年，那个标语也很漂亮哈。我们期待这6个成为一个我们明年要庆祝的一个标语哈，大家要踊跃投票哦，好不好？踊跃投票这样子。那再来，我们要6月8号举行排球赛。请记得还没报名的赶快报名。如果说你个别的参加了，你要参加一个队伍啦，要不然你就登记你的名字，说我要请你帮我派在哪一个队哈。我们就以小组、牧区团契为主哦哈。我们请踊跃参加报名，应该下个礼拜就要截止了吧？因为已经6月8号要到了。另外，我们主日学夏令营要开始了我们是在应该是7月16到19哈。礼拜3到礼拜6，还有我们的礼拜天哈。那我们主日学我们主日的查经班有2个查经班也欢迎。我们除了门徒学校以外，有查经班、华语查经班，还有我们的英文查经班，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华语查经班是我们的马教授主持的，我们的英文查经班是我们李伟教授主持的，刚好都是在第一堂礼拜的时间，你参加完查经了，那你再回来做礼拜所以一个早上就非常的丰盛哈。那再1-2个消息补充就好了。第一个，刚刚我们为子兰执事来就任成为团队团长，这是人事方面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从6月开始要聘请我们的杨淑令姐妹成为50喜年庆典的特任干事从6月开始，因为我们50喜年很多事工、很多规划、很多文字图表、我们的slogan我们的标语都要有专人来负责，还有包括我们的书要编辑。我们谢谢淑令姐妹，今天有来在楼上好不好？我们认识她吧。淑令姐妹有没有在这边？不在这边我们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求神预备好，欢迎他。另外2件比较小的事情，就是这个礼拜六我们是端午节嘛，我们有休假所以，但是教会又有派人轮班那一天松联还有我们的这个提摩太聚会的暂停但是如果有人要来教会，应该有人在留守，欢迎我们特别为我们的基甸牧区他们要远道去这个中部日月潭那边附近来做一个3天的一个灵修旅游他们下个礼拜天要去埔里教会来献诗参加礼拜，那我们也把它当成野外礼拜的一部分那个埔里教会是谢牧师的侄儿是也是谢牧师在那边牧会，年轻的谢牧师我们为他行程顺利来祷告好，那最后一个投影片，我们再回到原来的，可以吗？我们回到原来的旧的，要结束了。那在换投影片的时候，牧师在做一个报告。我们爱心午餐下个礼拜天要义卖8宝丸，8宝丸听过他们今天午餐就预备要跟人家试吃了，所以请大家多多支持。如果想要订的话，可以先跟他们讲说要订几个。那中午呢，因为我们要接下去有做那个小组事工研讨，所以很多同工会留下来，所以午餐有稍微多备了一点点希望大家吃得够。我们礼拜结束可以到3楼来一起午餐还有呢，我们就是请小会员吃午餐结束，我们就到2楼去开一个临时的会议有一些紧急的事工要讨论我们就接下去要来参加我们的小组事工，用这样给他们做报告。我们这个有没有回到原来的投影片？好，要特别报告一下，160周年有这17位报名要参加，我们到凤山去参加160人，就是6月15号，对不对？因为我们有松年也要参加，所以要请这几位现在在场的
等下礼拜结束，先不要离开哦，到前面来，牧师要跟你做一点小小的协调，就有关行程的部分。因为松联按你们不同的队伍，但是要合并在一起，希望能够同行就对了。要征求你们的同意。请你们留下来。如果第2堂礼拜这些名单你在里面的，你到前面来，礼拜结束好不好？牧师跟你们做一些协商，好不好 ？OK， 好，我们来交给我们的诗会。我们一起来唱颂农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吟诗后，我们请夏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称颂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怜悯，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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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做默祷来避会。请参加160周年感恩礼拜的报名的同工留在原地哈，我们等一下跟你做一个商讨。有报名我们请报名的到前面来一下，报名的到前面来，来坐。